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13章派侦探。上主命令摩西讲：你着对逐个支族选一个族长，派因去探查我要赐予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派逐支族的族长对巴兰的旷野出发。这族长的名记伫下面。路边支族是撒克的囝沙摩亚，西面支族是何利的囝沙法，犹大支族是亚夫尼的囝加勒，以撒加支族是约瑟的囝伊加，以法莲支族是伦的囝何西阿，便雅悯支族是拉夫的囝帕提，西布伦支族是扫底的囝加帖。约瑟的后代马拉西支族是苏西的囝加底，但支族是基玛利的囝阿米利，阿瑟支族是米加勒的囝西帖，拿弗他利支族是波西的囝拿比，迦得支族是马基的囝旧利。以上是摩西派去探查迄个地的人的名。摩西甲伦的囝何西阿号名做约书亚。摩西派因去探查迦南地的时，对因讲：恁去尼吉夫爬上山，看迄个地生做什么款？遐的住民是强还是弱？人数多还是少？大的地是好还是歹？大的所在是无城墙的营地，还是坚固的城？搁看迄个土地是肥还是瘦？有树木啊无？恁着勇敢。将迄所在的果子带一寡倒来。迄时拄啊是葡萄初熟的时，因就去探查对神的旷野到利哈的地区，直到哈马隘口。因搁对尼吉夫上去希伯伦，这个城比埃及的索安城较早7年起造，有阿拉族的阿希曼人、士苏人、达玛人住伫遐。因到以实国山谷，插一支葡萄树蛙，顶面有一帕葡萄，需要2个人扛，搁带一寡石榴甲无花果倒来。因为以色列人对遐插一帕葡萄，所以迄个所在就叫做以实国山谷。因探查迄个地40日久，才倒来。因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、亚伦甲以色列的会众，甲因汇报规个行程，搁互因看迄所在的果子。因对摩西讲：你派阮去探查迄个地区，果然是流奶甲蜜的地，这个就是迄个所在的果子。毋过，迄所在的居民真勇，城大搁坚固。阮伫遐嘛看到阿拉族、阿玛利人住伫尼吉夫地区，迄人亚布斯人、阿摩利人住伫山地，迦南人住伫海边甲约旦河边。加勒伫摩西的面前，互人民安静落来，讲：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，咱一定会赢。毋过，遐个甲伊做伙去的人讲：咱无法度攻击遐个人民，因比咱较勇。遐个去探查的人对以色列人散布谣言讲：阮探查行过的地是吞食人的地，佮看到的居民拢真大汉。阮看到的阿拉族的人就是大汉人，因是大汉人的后代，甲因比起来，咱亲像草莓，因看咱嘛是安尼。